所以母亲节拢会庆祝母亲啦，哦，父亲节吼，安那，拢较袂遐重视啦，这嘛有伊的理由在对，所以来讲哦，子欲敬而风不止啊，子欲养而亲不待，伊这个讲后天的父子之情，所以这为先天，先天就是咱的为是后天的咱厝里的妈妈参咱囝的母子之情，意思这个故事就是来讲啥，福祸的响应，就是一个妈妈参一个后生，因后生一定要30岁啊，参妈妈感情也真好，妈妈啥无事啊，讲囝呀，你啥物时阵要煮一顿斗饭啊，煮一顿饭饭互妈妈食，少年仔讲，妈妈，你放心，等你老的时阵我就煮来互你食，我来照顾下来安搭甲做好势，你放心，不过条件就要等甲你老的过先安尼等甲老是当时啦，安尼真正老，真个老的外国啦，拢差不多去请外劳啦，一个月2、3万块请外劳，来顾啦，少年仔家己去做头路，都是这样子，为什么？因为时代无共款啦，真正就是安尼。所以咱少年仔嘛无用啊，伊也无可能讲逐工讲你身躯边来照顾啊，伊就想办法啦，伊爱送去养老院，无请一个外劳来照顾这样子啊。以后听讲会叫发达，请 AI， 机器人啊，一台 AI 讲，人民币100块尔做小费，所以我台湾太太讲，你也无你较保养的等我买一台 AI 来顾，讲好啦，我这样讲的。以后世界是机器人，照顾咱人的，真正的做敢若真的就对啦。机器人一个好啥，伊袂发脾气。你讲话伊袂来引来引去，安尼就对啦。你若讲啥伊就顺利，啥讲啥逐项拢顺利安尼。你若心情歹，伊就唱歌互你听，佮会讲过来100个语言互你听，就这样子。未来世界就是安尼啦。所以我觉得咱真身体保养，莫其他耽误咱的后生，互咱的